现代台语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7章，上主的子民，上主恁的上帝会带恁入去恁要占领的地，对恁的面前将7个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走，就是赫人、吉加撒人、阿摩利人、迦南人、比利洗人、希未人、亚布斯人。上主恁的上帝将因交伫恁的手。互恁甲因拍败，迄时恁着甲因彻底消灭，毋通甲因立约，嘛毋通手下留情，毋通甲因通婚。恁的查某囝毋通嫁互因的后生，嘛毋通互恁的后生娶因的查某囝，因为因会互恁的囝儿越走无敬拜上主，去服侍别个神明，直到上主对恁发大受气，真紧甲恁消灭。所以，恁着安尼对待因，拆毁因的祭坛，讲碎因的石条像，错断因的阿舍拉女神的神像，用火烧因雕刻的偶像。因为恁是归属上主，恁的上帝圣洁的子民，上主有对地上万民的中间竞选恁，做伊特别的子民。上主听恁，敬恁。毋是因为恁的人业比别族较济，其实恁的人业是万族中上少的，是因为上主听恁，搁要实现伊对恁列祖立誓的应允，伊才用大权能的手带恁出来，救赎恁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，脱离做奴才的家。所以恁着知，只有上主恁的上帝是上帝，是信实的上帝。对听伊、遵守伊诫命的人，伊的守约是慈爱，互因直到千代；所有拒绝伊的人，伊会甲因报应，甲因消灭。伊对拒绝伊的人，会真紧当面甲因报应。所以，恁着切实遵行我今仔日所吩咐恁的诫命、规例、命令，遵行诫命得到福气。恁若切实遵行这个诫命，上主恁的上帝就会守伊对恁的列祖立誓所立的约，对恁是慈爱，伊会听恁，祝福恁，互恁兴旺，嘛会伫伊对恁的列祖立誓要赏赐恁的地，互恁生炭济济，搁互恁土地会出产五谷、新酒甲新油，牛仔囝甲羊仔囝加添真济。恁得到的福气会超过万族，恁的男女无一个袂生，恁的精生无一只袂生炭。上主会互病痛离开恁，恁所在埃及逐款的歹镜头，伊袂讲互恁，只有会讲互所有怨恨恁的人。上主恁的上帝交互恁的民族，恁着拢甲因消灭。毋通对因手下留情，恁毋通服侍因的神明，因为安尼会致到恁受灾难。恁若心内想讲，这个比阮较强，阮哪会当甲因赶走？恁毋免惊因，一定着会记得上主恁的上帝对埃及王甲拢总的埃及人所做的事，就是恁有亲目看到的大灾难、新热奇事，佮上主恁的上帝伸出大气力的手带恁出来，伊嘛会安尼对待恁所惊的民族。上主恁的上帝要降瘟疫伫因中间。直到遐个剩落来走去味的人，伫恁的面前消灭。恁毋免惊因，因为甲恁同在的上主，恁的上帝是伟大佮通敬畏的上帝。上主恁的上帝会伫恁的面前渐渐将这民族赶走。恁毋通真紧甲因消灭，则免野兽加添真济，煞伤害着恁。上主恁的上帝会将这民族交伫恁的手，互因大惊扰乱，直到因灭亡；阁会将因遐个王交伫恁的手，
互因对世间消失，无一个人会当对抗恁，直到恁甲因消灭。恁着将雕刻的神像用火烧掉，毋通贪神像身上的金银，嘛毋通摕来做家己的，则免恁因为安尼受灾难，因为这个是上主恁的上帝所厌恶的。任何偶像，恁毋通带入恁的厝，则免恁甲遐个物相款诚做着毁灭的，恁着彻底厌恶这个物，因为这个是着毁灭的。